我哋公司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一個負擔得起嘅價錢去享受到一杯精品咖啡。Focus Espresso 係成立喺2024年，成立契機係我哋想彌補一下香港精品咖啡市場同埋香港嘅商業咖啡市場中間嘅一個空隙。嗰個空隙就係一個叫做高級商業咖啡。我哋希望可以用一個平民嘅價錢，但係令大眾都飲到精品咖啡嘅級數。我哋係非常之重視一個穩定嘅品質啦。顧名思義啦 ，Focus Espresso。我哋係一個非常針對意式特濃咖啡嘅品牌。other than 唔同嘅 roastery 啦，我哋透過非常嚴格嘅品質監控，將我哋嘅咖啡豆批發去香港嘅咖啡店，令到唔同嘅人都可以享受到一杯性價比高嘅精品咖啡，而且價錢係可以平民化。我哋嘅咖啡生豆採用莊園直送。每一包嘅咖啡生豆，我哋都會確保測試數據係合乎標準，我哋先會使用。我哋每一爐嘅咖啡熟豆烘完之後，都會進入一個測試環節，當中包括唔同嘅精密儀器，例如度色儀，然後會進入一個人手杯測師嘅環節。我哋會用舌頭去杯測每一杯嘅咖啡，每一爐嘅豆，確保佢係合乎品質同埋一致性，我哋先會推出俾我哋嘅客人。咖啡令我着迷嘅原因係因為咖啡可以作一個溝通嘅橋梁，將唔同背景、唔同身世嘅人連結埋一齊。呢個其實先係我真正鍾意咖啡嘅原因。我希望一個可能街邊清潔工人都可以每日手握一杯咖啡，而嗰杯咖啡唔係3合1。可能係手沖咖啡或者係意式咖啡，呢一個係我哋或者我本人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就係精品咖啡平民化。